唔好白嫖。白嫖睇落好似慳咗錢，但係其實係暗暗蝕你能量。你要記住，命運如果送你禮物，背後一定有代價。有人成日貪小便宜，窮時就四圍撐飯，富啲就盡收禮物，處處揩油。講到底都係貪心作怪，表面賺咗，實則欠下因果債。飯撐多咗，朋友走晒；禮收多咗，德行跌晒。其實免費嘅先至最貴。天道講平衡，你冇使錢就一定喺其他地方付出，可能係人情、運氣，甚至係將來嘅福氣。長期白嫖人哋，當對方出事，你都會無形中幫佢承擔業力，睇得到同睇唔到嘅層面全部計數。舉個例，仔女同父母係共業家庭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正因為由細到大，衣食住行都靠父母供養，呢份業力出世已經綁定。如果大個仔仲成日理所當然白嫖，能量就會不斷流失，極難清理。所以想轉運先戒，貪戒白嫖，學識給予，懂得布施，適度施捨，先會有真正嘅德。最後提醒知識都唔好白嫖。睇完記得讚、留言、關注，呢個係對創作者最基本嘅尊重，亦係你為自己積福嘅方法。